鹿耳门圣母庙，全名正统鹿耳门圣母庙，位于台湾台南市安南区土城，是一座主祀天上圣母的庙宇。该庙是当地的公庙，也是台湾最大的妈祖庙之一，因其建筑雄伟华丽，而有台版紫禁城的美誉。鹿耳门圣母庙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719年，历经多次重建与扩建，于1981年重建为现今之貌。目前的庙宇格局仿照北京紫禁城宫殿式建筑格局，整体分为南北四进，两侧以厢房回廊相接，主要奉祀天上圣母、五府千岁、释迦佛祖、玉皇上帝等神祇。该庙重要的大型宗教活动土城宰香于2013年1月28日公告为台南市直辖市定民俗及有关文物，为南瀛五大乡中最晚形成者。此外，鹿耳门圣母庙也是台南市的重要观光景点，每年吸引大量香客前来参拜。如果您还想知道其他有关鹿耳门圣母庙的资讯，欢迎继续提问。